今日全世界最大嘅新聞就係美國以色列進攻伊朗。咁喺伊朗呢，一直生活住唔到1000名嘅華人華僑。據我哋了解呢，佢哋喺春節前呢，多數嘅華人華僑都已經翻咗中國過年啦。所以而家淨係剩翻少部分人仲喺伊朗嗰度嘅啫。咁喺使領館同埋華人組織嘅保護之下，佢哋都係安全嘅。咁其實中國同伊朗之間嘅聯繫已經超過2000年，甚至喺廣州呢，仲有1300年前伊朗人留低喺度嘅古蹟。今日就嚟講下呢件事。首先翻到2000年前嘅西漢時期，絲綢之路咧，大家都聽過嘅。咁佢嘅開拓者呢，就係西漢時期嘅張騫。點解佢無啦啦要去到西域咁遠呢？其實佢係有一個任務，因為當時漢武帝呢，派張騫出使西域，要聯合西域嘅國家同漢朝一齊夾攻匈奴，保護漢朝人民嘅平安。咁張騫一路去到阿富汗同中亞地區，佢嗌佢嘅副將呢，就去到當時嘅伊朗，嗰陣叫安息。呢個係最早中國人去到伊朗嘅紀錄。咁眨下眼去到東漢時期，東漢時期呢，曹操啊、劉備啊，佢哋20零歲仔嗰陣呢，有一個伊朗嘅太子叫做安世高。佢本身要繼承伊朗皇位，但係佢看破世情，出家做和尚啊，咁輾轉千里嚟咗當時東漢嘅洛陽嗰度，喺嗰度做和尚，喺度生活咗30年時間，將唔同地方嘅佛經翻譯成中文，做咗好大嘅貢獻。咁眨下眼去到唐朝啦，唐朝嘅第一美人就係楊貴妃，咁佢老公呢，就係唐玄宗。喺嗰個時代呢，好多嘅伊朗啊、阿拉伯嘅商人嚟廣州呢度做生意。嗰陣伊朗係叫做波斯嘅，佢哋嚟廣州做生意之餘呢，周圍飲酒食飯、交朋友、追女仔。唐玄宗知道之後呢，就話咁仲得了嘅，用咩生好多混血兒啊？於是呢，就唔俾啲外國人周圍行啦，將佢哋固定喺廣州光塔路嗰度生活。嗰個地方叫做番坊，即係最早嘅鬼佬一條街啊！所以伊朗啊、阿拉伯人呢，喺嗰度呢，就起咗一個當時最早嘅清真寺，叫懷聖寺。而家嗰座光塔呢，係中國最早嘅清真寺嚟噶，1300年啦。眨下眼去到宋朝咯，南宋時期蒙古人想要吞併天下，所以金庸先生嘅小說《神雕俠侶》就係講嘅呢段歷史。當時《神雕俠侶》嘅主角叫做楊過啊嘛，神雕大俠楊過，佢喺抗擊蒙古軍隊嗰陣呢，做咗一件大事，就係佢攞個石頭一掟死咗蒙古大汗蒙哥。當時蒙古軍隊征討中原嘅腳步就暫停咗，而當時蒙哥佢嘅細佬呢，叫沃列兀，係蒙古軍隊征討西域嘅大將軍啊！佢帶咗10幾萬人去平定伊朗、阿拉伯、中東地區。當時軍隊裏邊呢，就有1000幾個漢人，呢啲漢人去到伊朗呢，就將中國嘅4大發明啦、中醫啦，同埋起樓啊、修水渠嘅技術帶咗去伊朗。咁呢啲漢人呢，佢哋冇翻嚟中國嘅，全部留低喺伊朗嗰度定居。所以而家嘅伊朗係有極少數嘅漢人嘅後裔啊！眨下眼嚟到新時代啦，你今時今日去到廣州嘅小北路啊、登封嗰一帶呢，你會見到好多非洲朋友、阿拉伯朋友、伊朗朋友都有嘅。所以喺嗰度呢，你係食到伊朗菜噶。唔知呢條視頻會唔會傳到喺伊朗嘅華僑華人嗰度呢？希望大家可以平安。